我说买当然要买，婆婆留步。这50钱请收下。真能啊，米夫人，你们可真是贵人呐！无论到哪儿都给哪儿带来了贵气。你看，连好几年不开口的甄嫂都和我们说话了。五婆才是我们的贵人，让我等有了片瓦遮身、立锥之地，芈月敏感不忘。哎呀，米夫人，老妇是心中有愧，若能折些罪过，倒也好。哎，米夫人，这些衣物可是宫里的东西啊。这虽然旧了点儿，但料子和针线那是上等的。五婆眼力过人。说起来，这些旧衣物还真不如一件可以挡风御寒的粗布衣裳实用。夫人哪里知道啊，这些针线手艺呀，是能赚钱的。不知这些女工是不是夫人身边的人做的？婆婆的意思是，这针线可换衣食？岂止是换衣食啊，能换上等的衣食。不瞒婆婆，这些针线是我一个亲人亏骨，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做的，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。若真能换衣食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原来米夫人，你也有这样的技艺啊！要是让夫人出卖针线，未免过于降尊临卑、居高就下了。我们此刻的处境，婆婆应当心里有数。举步维艰，几近山穷水尽，何况能自食其力，比仰人鼻息、寄人篱下来的硬气。既然夫人如此洒脱，那老身就直言了。在这燕国，除了宫中显贵、富豪世家，很少有人寻求礼乐典籍的。夫人的抄录生意虽然时不时有，但未免清淡。夫人不知，眼下燕国呀，这有了几日太平的日子，财主嫁女娶亲，权臣送礼作寿，在继承那是日日都有的。好的针线，就是好的面子呀。看夫人您的技艺，盖世无双。凭这针线，只怕你活多到接不过来，还愁吃穿用度嘛。谢五婆指点。若这真是一条出路，那还要请五婆帮忙招揽生意。只是芈月有一事相求，请五婆在外，最好不要透露我们的来历和身份。夫人放心，这个自然啊。这绣活继承哪儿找啊？谁见得到啊？哎，五婆，这双小鞋几钱？10钱，看一下看一下啊。明日啊，我外甥过满月，我看这小鞋送得很合适啊，就是价钱高了点儿。你仔细看看这做工，10钱值不值？若是不值，你再来还价啊。这个说的也是，10钱就10钱吧。哎，挺漂亮的。五婆走了啊。好，穿着好了再来啊。好。五婆，这东街药店掌柜他新娶的小妾，下月就要生养了。正寻像你这样手巧的绣娘做一套喜庆的被褥，这活计你得帮帮忙。你放心，你只需把定金拿来便可。那好。婆婆，这个好漂亮。这块布绣的真是考究，尤其是这花枝，绣得灵动精美。敢问这是出自您的针线吗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取笑我老身呐！我哪有这样好的技艺呀？我是带人家卖的。看看，那这针线该是出自楚国人之手。也许是燕国人、赵国人也说不定。婆婆莫打诳语，恐怕这燕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这种花从来没见过。是，好秀气的小花，真是从来没见过。这是杜若，它开在半坡林中，这是只有楚国才有的花草。公子，你买便买，哪有这许多话啰嗦的？好，这块布我买下了，多少钱？30钱。这是50钱，只是求婆婆告知，
这针线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？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啰嗦。我说买当然要买，婆婆留步。这50钱请收下。婆婆，在下楚人黄歇，为寻故人特地来到蓟城。若婆婆知晓一二，望如实告知，黄歇必有后谢。哎，婆婆。这样听来，那芈月实在是个妖妇，夫人也的确受了莫大的委屈啊。他们与我是刻骨铭心、不解之仇。哎呀，夫人，特别是那个贱人，毁了我一生一世。好了好了，而且，秦国会后也来信说要燕国帮忙收拾了那公子季母子。凭国相爷的智谋和权势，要他们的性命不过就是举手之劳。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替妾身出这口恶气，顺便送秦国一个人情。夫人以为诸国之间的人情是那么好送的？燕国送秦国一个人情，秦国能还燕国何物？既然秦王母子急于要取公子季母子的性命，这也就是说呀，公子季母子并非可有可无。我们正好用来与秦国讨价还价。我一直担心燕国对秦国过于依赖，秦国既是燕王母子的靠山，也是燕王母子的牵制。眼下我们正可以用秦国质子来掣肘秦国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不懂你那套生意经，我要他们死！不可！我要将这筹码安安稳稳地放在那儿，待价而沽。我要他们死！可我还没有想好他们的价码。他们若不死，妾身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公子季母子干系重大，一动而牵全局。你已经使了手段了，让他们吃尽了苦头。眼下他们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，夫人只当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了，如何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为我做主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夫人该撒手了。我若不肯撒手，又怎样？倘若夫人做事不留余地，就不要怪老夫与你恩断义绝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近来义渠人屡屡搅扰边境，眼下已经深入我大秦腹地，此患不除，人心惶惶，政局不稳呐。王叔不必多虑，那义渠小贼吃肥丢瘦，贪图小利，只要我大秦出兵，义渠人自然溃不成军。但是大王决定带兵东征，老夫担心后方兵力空虚，出现意外，因而想召回司马将军重新领兵抗击义渠。大王，那司马错和魏冉一贯居功自傲，飞扬跋扈，时时图谋不轨，绝非是可托付之人。右相不必担心，重新召回只是权宜之计，绝不会长久托付。是。还有一事，臣不得不问。王叔但说无妨。大王此次东征到底师出何名？寡人早就说过了，去洛阳看看九鼎。这不可成为出师的理由。为什么不能啊？周立子，你曾悉心培育大王多年，竟然不知道大王的志向。请右相指教。微臣记得，大王
自小就纠缠你我，问周天子的九鼎是何模样？我们都说没见过。周朝没落，那周天子都成了摆设，那九鼎不见也罢。处理子未免鼠目寸光。大王虽生在秦国，但终身愿望是能够乘鹿车过三川，入王畿，一睹九鼎。什么？右相也要告知老夫，大王兴举国之力出兵东征，难道只为一睹那九鼎之风貌？老夫不信，死都不信。王叔，您说的没错，寡人并非只是看看那九鼎，如此兴师动众的去一趟，未免得不偿失了。寡人准备驱除周天子，入主王城，收九鼎为己用。这样一来，我大秦自然威震中原，四海归心。诸国只能心悦诚服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弄不好，秦国和大王就要受到天下的讨伐。哼，就算天下诸国都来讨伐寡人，那又如何？寡人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勇者之师，宜当时。众爱卿，你们说呢？大王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大王下令如山，我等一一当百。大王一马当先，我等。